咱台湾摕到世界12强棒球赛的冠军，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审查运动部组织法的草案，中央立委是拢表示，咱应该爱有一座台湾的运动博物馆，来保存国际重要的比赛甲相关的文物。 台湾过32年伫棒球以及国际比赛摕到冠军，真侪人拢想要亲目睭看卖这真有历史意义的冠军奖杯，阁有最后上色的球，甚至是这攻击甲手臂顺势的奥达单。国民党立委表示，即摆拄好咧规划运动部，应该趁这个机会设立台湾运动博物馆。 未来能够有一个运动博物场馆的部分，把所有我们大小的一个值得纪念的赛事奖杯，或者是甚至球衣等等，都可以把它给收集，并且把它的故事给保存下来，有一个完整的传承。 其实台湾目前有棒球博物馆，也就是2019年落成启用的棒球名人堂。 地方甲球团拢有家己的展区，不过就是无国家级的运动博物馆。民进党立委表示支持，不过强调就要为盘点文物开始做。你要先办小展览，有常设展，再来有博物馆。所以我的条文里面，我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，其实我们可以找博物馆或是大学来合作，所以我是条文里面是有委外办理的这个设计。是不是容许我们就以大方向的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记忆？ 这个保存典藏这部分的字眼来维持原版的部分。教育部表示，行政院版本的运动部组织法草案第2条第5项，就已经有甲运动文化记忆的保存甲再现收入去管理。等运动部成立了后，这个建议运动博物馆，希望立委会当接受安尼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